哋喺呢個大自然入邊咧，我哋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我哋每一塊石頭。岩石地貌係自然環境入面最重要嘅部分，亦都係構成生態系統嘅基礎。唔知你哋對岩石又有幾了解呢？我哋睇岩石咧，就主要係欣賞佢嘅層理啦、顏色、花紋同佢嘅結構嘅。而當中咧，其實岩石咧講咗咧過往嘅一啲歷史故事俾我哋聽嘅，同埋咧會話俾我哋聽有啲咩生物曾經喺度生活過。呢個沉積岩嘅花紋咧係好特別嘅。咁其實咧係喺佢未形成沉積岩之前咧，因為水流嘅帶動而形成嘅。我哋見到咧，而家就係睇到呢啲泥岩啦。咁佢嘅特性咧就係好幼滑同埋好易甩嘅。咁你哋欣賞嘅時候咧就眼看手勿動啦。香港雖然地方細小，但岩石地貌種類繁多，有好多更加係世界罕見。喺09年11月，香港東部以及東北部一帶正式成為中國國家地質公園，確立咗香港擁有珍貴岩石嘅地位。咁香港政府成立國家地質公園嘅目的咧，就係希望咧能夠保育香港一啲特別嘅岩石地貌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係教育香港大眾市民一啲岩石嘅知識，仲有可以咧令到一個環境咧得到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嘅。香港擁有咁多珍貴嘅岩石景觀，我哋其實應該好好珍惜。可惜由於人為嘅惡意塗鴉，好多岩石都受到嚴重嘅破壞。或者你哋每人唔同嘅。呢一日，一班中學生就嚟到長洲呢度，為受塗鴉嘅岩石進行清洗。見到你真係幾人先，以為啲石好易洗，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易，啲手指擦到有啲痛。我覺得畫石嗰啲人唔啱，因為佢哋好自私，佢哋破壞咗舊石嘅自然景觀。因為呢啲化學嘅物質咧寫咗落岩石上邊咧，其實都係破壞好大嘅。我哋唔可以用化學物質再洗翻去，已經變咗係一個更加破壞性嘅嘢。咁點解我哋唔好好將等一個自然嘅景象、自然嘅美係留翻俾我哋嘅下一代呢？而係因為個人嘅喜好而破壞咗個自然嘅環境呢？要保護岩石地貌，千祈唔好破壞地區生態。去到郊區嗰陣，唔好將石頭或者沙粒隨意帶走啊！